走太快，转回来，你，哎呦，你，停！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邱天老，今年6岁。大家好，我是邱以晨，今年6，你不是6岁啦？今年4岁。啊，今年4岁，今年4岁。大家好，大声一点。大家好，我是邱以晨，今年3岁。小朋友集合！大家好，我是记得的阿爸，我是邱念庆阿 Kim。小朋友，今本英我去哪边了？突然。好，哇，用力啊！用力！你又是宝马哦，再用力！你掉上去了。我先吃啊。好，还要用咬的，不是？我再往吃。啪！走，带爸爸去找。这里吗？哦，你确定吗？小朋友吃饭啦，来自己座位。好，等一下，还不要吃。哦。好了，小朋友拿桶子塞。那为什么垃圾丢里面？那个不是垃圾，那个是袋子要带回家的。走这边，走这边，快点。嗨，大家好，按手，按手。那个爸爸带的什么水果？水疗呀。系啊，这个礼拜吼冻，其實一個人哦，吐散雜哦，凍困難啊。來，小朋友等一下哦，小朋友呀。有條啊，有緊張啊，嗰個要撈緊媽媽同下吐出去。你啊，我時刻吐哦。不過我未書中吐幾條去動物園呐。過夜還是體育班？對呀。等一下姐。好，乐乐，哎，哥哥哈，今天出去有没有高兴？有。那琪琪呢？回答。有。那个轩轩，阿娃。秋天哦有兩樹嘅特質啊，吼，然後天嘅休預車，因為下內向啊，吼，啊第三個啊休預險，叫凍等音箱啊，哦，咪凍小面安樣。動音動好奇啊，吼。我用袂用按到世界，我有世界時候啊，吼，其實我全部到基督講，這都是啊感動，唔係衝動，哦，所以啊不要誤解啊，所以我其實都好熬夜了哈，可能很愛用來閹骨，所以我覺得說生很多孩子這是很好的事情啊。我们今天来到大溪玩，我要带你们去找一位老师哦，好吗？好，嗨，囧先生你好，打招呼。
按袂3个熟。来哦。系啊。小朋友来，我们收一个雨伞。我自己说。哦，你可以自己收吗？好，那我，那你先拿哦。哎，按袂。哦，按袂哈。哎，一个人吃第3个生哦，哦，冇简单。冇简单哦。哎，好，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啊，哎，注意这边有没有？这个是什么呢？点点板。点点板，哦错哈。这个是这次我们的活动，我们带他们出来玩啊。好，我们因为他们的表现呢，要等一下来看囧信上来帮我们打分数。哦，你看啊，打分数哦。所以大家这边也要认真学习哦。爱彩波哈，对叫做卷式法哦。那杨曼讲呢，爱讲日记啊，叫做日记。像爱个小朋友叫注意注意，还有比较强调有记录纪律的一个宪法方式，叫点红葱啊，叫点血盘啊，叫点为水墨彩布爱就有一个计划，可能爱是职能治疗师的关系所以爱彩布有推行那个代币制度。也就是人家讲的几点那个就是用来鼓励谁后用好的行为要给他正增强，希望记到将来会洗手，所以家洗手那就给他1点这样，好吧？这个嗨不用吼，那也是给他1点所以我们就设计在你希望他要有什么样的行为那你就把那个作为一个奖励。囧信上，其实应该很好奇囧信上错大溪这边的哈港应该比例很用办哦，比例哦，时冲卖出来信都行业呢，所以差不多有1/3咯，行业哈港人嘿，呀该河西该片南杏啊、布档啊，信都行业。这材料片卖东西做得讲下做得咯，不会算便宜掉呀？不会哦，不会。了来到了螺酱诶，点螺酱诶，迄螺头摆的酱，讲一摆，螺头摆，肉条摆，螺头摆的酱以前的人都拿来洗还有洗衫，洗衣服，太假了，都要排队要搞嘛。你先示范。我先示范。老师先示范了。这个盆子。用盆这个装，好来。你好像很会呢对，来，你教我呢。你看这个徐六号了来，换哥哥好吗？好了，杨叔，我来，压下来。摸起包啦。哇，好，不要浪费水，地球会生气。阿生，王一，来，你要抓到这边。好。哇，用力哦。用力。你有洗包嘛？再用力。你掉上去了。好，玩玛莎嘞。哇，好，那你拉得到吗？哇，线好棒哦！我看你可不可以一点点？来，来，厉害！用力！来，上去帮忙了，往下，用力！加油！莫失怕了来，
来小朋友，安尼搞个游戏哦，哈，你啊水咯，浸下去哦，安尼用那水壳的哈，来洗哦，看嘛啥洗的水多，好嘛？哦，好，来，爸爸帮你们想一个方式，我们要来合作。我拿那个，你要拿这个，好，给你我。拉。你拉，那你爬上去。那你要干嘛？你帮我看它满了没，好吗？好吗？好，你要看好。开始啦，好，开始。哇，好，装好，你满了要叫啊。起码了，哇，Coco 你满了吗？满了就要停哦。停。好，停。要去浇花。浇花，花会死掉了，太多水了啦。嗨，翁海生你好。你好，哎多多小朋友，哎呀，来。丸子姐姐你好。你好丸子姐姐你你好。好。好，来试试看。你爱马盖。小福狗。哦，都票选呢。好厉害哦好，你先拿。来，可以拿了。好，跟丸子姐姐拿一个。跟我呢？哦，哇，就直接吃。啊，换小福棍。小福棍。棍。过。哦，好，好来票选啊。小福狗。好，赵姐，要跟丸子姐姐说什么？好棒哦！好，有没有很厉哥哥害？你过来，你过来。亲威嘛，有亲威嘛。好了，啊，好。要跟丸子姐姐说什么？好棒哦！啊，好吃吗？好吃吗？特不搞。你每哈刚赢了。在去年我们在整理家族史的时候，发现，因为我们是从福建省来的，然后看到爷爷写的那个家训，就发现哎不对，我们好像是广东梅县有一次大搬迁到福建的客家人，太便宜。但是我们一直就是生活在闽南村里面，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就是闽南人。啊，福建係哪間不是那个白石社，拍沙哈，啊白石社的意思。過來推翻安用幾久嘞？应该有100多年。我们早期是迁到茄东西，就是桃园的武林高中那边，然后再迁到这边就已经超过95年。这个是什么？这个海苔。海苔，我们看看像海苔吗？像。你想不想吃看看？这是一张纸，好，来这个给你吃一下，这可以吃啊。这个纸其实是用豆浆跟豆腐去做的，然后现在呢，我要教你把这个纸做成一个。好吃。等一下，我教你们把它变成一道菜，你们回家可以帮妈妈煮菜。这个叫做素肉松，也是黄豆做的。再放这个，这个是什么？谁知道？面条。这个叫做木树芽。木树芽。好，再放我们刚刚你们说很好吃的黑豆干。秋不管，等一下，如果做得很厉害的人，我会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这个会不会？
好，这个叫做春卷，春卷。对，豆干大春卷。来，我要变魔术给你们。来，这个是什么？豆干三明治，百叶豆腐。哇，我要这个带回家。那个不能带回家，这个可以带回家。这个等一下会软软的，要先吃这个。我先吃啊。好，有点难吃。它要用咬的，不是。我想，你当然吃。我不喜欢。他还是想吃这个。好，来，这个给你吃。哎，小朋友，昨天用饭呢？好吃吗？好的，那我们要来交给告诉丸子姐姐来打分数了。大家都很厉害，都很棒。好，这个2个就100分。他刚才说这个要留给小的吃。没有。对，非常疼弟弟。既然已经分数都打了哈，我们要来学一句客家话，因为刚才做的这一些呢，其实都要透过一个烧柴的一个方式。是早期。好，你用牛慢讲呢，少敲，少敲，四线腔就叫做小敲，阿车小敲。哦，不错哦。来，乐哥，小巧，哦，也不错。啊，我听看看你会不会讲小巧。你的满的东西在这边。好，那我们来看丸子姐姐了。小巧，小巧。啊，有一点点。是不是？被打败了。我们呢来到这个是李腾芳的大宅院，你知道吗？哦，这个是叫做半月池，里面呢以前呢养鱼哦，还有养鸭、养鹅、养鸡啊。最重要呢是因为这个大宅院里面呢，如果火灾的时候要怎么办？就拿这个水啦来救火用的。这样知道吗？就可以消防车用那些。哇，太棒了！我们阿仙好棒啊！赞！哎，你哈杠应该房子的特色，有没有？对，对，前面都会有一个半夜池哦。然后呢，我们等下进去里面，我再跟你介绍，里面会有一个晒谷场、摸汤啊，摸汤。来，好，阿车来。啊，小朋友，你看，我们来到这个李腾芳的大宅院啦，哇，不得了哈，好大，有没有很大？很大哈。哇，那许多冻酱哎，冻酱冻酱啊。哎，它有6堆的烟米，哎，6堆燕尾的，哎，6堆哦，哦，你来做官的人呢，在做对盖这种的房子出来。小朋友这里做官的人才会有这样子哦。你们看到这里有2对哦，旗杆座哈。然后呢，这里啊中间有一个中轴线。中轴线它就分为呢左青龙右白虎。啊，那左边呢是住大房，还有呢厨房啊，那个长辈住在这个左边，那右边呢是衣房的人啊，衣房，还有厕所 pencil 啊，才在右边。屋主啊，李腾芳他们是从福建的诏安来，诏安客那边。哎，诏安客啊，他们是客家人。所以讲两片美系诏安客家人哈，喺度两片发展嘅见证啊哈。冇错，哎。你看这房子有没有好大？很漂亮哈，中间有一个口，有没有一个口字？
一个口哈。哎，这个是以前呢大户人家才有办法盖这种大的房子哦。然后这边呢就是子孙像，给呢所有的小朋友住在这里的小朋友在这里玩的地方叫做子孙像哦。那边暗翻的哈。哎，亲哦，亲派哦，大户人家。跳狗黑做买胜利。附近很多的田地都是他的，都是李家的，所以呢，他们以前是卖米的，卖米赚大钱的哦。还有呢，他们有一个船队，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码头嘛，他的船队呢，每天200-300艘的船哦，挂着李家，然后呢做这个运输赚钱啊。还有呢，你们小朋友，你们看到有没有？这个是李家的这个他们的祖先的牌位啊，祖先呢拜祖先的地方哦。这是拜祖先的地方，哎，拜拜。哎，这不能进去。有一颗有。对，不是给你吃的啦。对哈。哎，3位的小朋友啊，现在呢，欣赏啊，要跟你们玩一个游戏，要不要？玩游戏。玩游戏哦，我拿奖品。好。第一个天乐先。好，天乐先好，乐乐先。好，我用客家话讲，你要去找那个东西出来，好不好？好，第一个题目，天乐是门。一起吗？一起吗？你带爸爸去。啊，你带爸爸去找。在哪里？门。OK。哇。他找对。很厉害，对啊，找对了门哎。门，这个吗？你确定吗？我的题目是什么？中文叫什么？你的题目中文是什么？他已经开始在那个了，在给我试探题目了，他好厉害啊他。你确定是这个吗？确定。好。嘿，好看前方。好，请拿出题目哦，注意听哦。啪。走，带爸爸去找。这里吗？哦，你确定吗？哦，你确定吗？确定。啊，确定，好，很好。那既然你都摸了墙，那我帮你摆个 pose 了。摸到这里，看摄影师哥哥。哇，俩哎，提上改。提上题哦，来，提上题嘞。俩下考阿宪。阿宪呢？阿宪哦，你的题目是转内。转内在哪里？转内在哪里？他在这，我们等一下吃别的。他早上没吃哦。有啦。吃很多。小心的味道哦。你是他家狗了？对啊，他学狗狗，他学狗狗。有吧？来，他打手。转内在哪里？哎，你确定吗？不确定。我知道是砖头。哦。哇，哥哥提示给你，哎，手比赞，赞。嘣！小朋友，注意。小朋友，对。小朋友。注意。好啊，我们接下来要请蒋老师来帮我们颁奖了。哇，你们3个都很厉害呢，都听得懂客家话呢，对不对？好，现在呢要给你们贴点点，红色的是谁？哇，天乐。哦，给你2点。黄色的是谁？哇，阿奇。黄色的哦。哎，黄色。阿轩呢，在哪里？阿轩，对，阿轩是什么色？哦，抢色，哦，抢色咯，抢色咯，本意用点，哦，唔会哦，太大个糖油哦，好棒哦，来，先爸爸拿着。那现在呢？拍手。欣赏还要给你们糖果啊，谁要糖果？我爸是江宁、琼林那边的人哈，客家人。我妹呢，是竹北的客家人，哦。我从小到竹北台咧，好新庄。我是从小是学客家话，可以学客家话差不多
6年前也是那时候出的第一张专辑，还讲科学学，还科学研究学客家话，除了係做客家音樂，還有看到我動到時候啊，我也不想說，我咪唔想講客家話從我呢一台就團結呢，所以我去年轉播下咧，我是為了時候嘅母語嘅環境。哎，阿公你好！哎呀，你好！阿公你好！阿公， 3位小朋友好。是的，显示都是。是猫咪。哎，好了。哎，没礼貌，我有礼貌。哦，他也会讲的。他也会讲啊。这反薯饼，我之前講啊，兩隻講餅，一種前節啊，都係做的反薯餅最便宜的東西。哦。哎，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吗？哎，马盖，这就是早期的状元饼的模具，来你拿看看。拿看看。对，不重。不重啊，不重啊。哇，你有拿看看啊？好重，好重。然后这个就是把它做出来的饼的样子，用这个模具把它做出来的。哇，有像吗？状元骑马，你看然后仆人撑伞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反？因为这个是反的啊，饼模具是反的，压出来的饼才是正的啊。你有看出来它是相反的啊？阿娃，你有没有看？你要不要闻看看？好像。好香哦，冻胸哈。然后，那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模具吗？哇，它是有一条龙跟一只凤，然后中间一个喜的字，就是喜饼。这个就是用这个模具来做的那个龙凤的喜饼这样子。有点反，因为这边有这模具，左边有龙，旁边有，右边有凤，然后这个反，这是右边有龙，左边有凤。艺术哦，所以你有观察到这不一样是吗？跟模具是相反的，对不对？对。啊，以涵啊，那个谁哦，一直被你这些吸引，你知道吗？哦，他们都很难专心。这个就是以前的捏面，又叫捏面人啊，对，又叫看桌文化。看桌文化，它主要用于庙宇祭祀或是建教的时候、普渡的时候来使用的，就是以前早期有钱的人，面粉，然后用搅拌以后成面团，然后捏制以后，各种的动物啊、鱼啊，或是蔬菜、水果这样子，用以祭拜来使用的。阿娃，你有没有想做？我想做你要来一只乌龟。哇，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喜欢乌龟啊？拜拜时间哦，用唔想係用正經嘅，用假嘅。
因为物资取得不容易嘛，面粉是最容易取得的东西，然后请师傅来捏制各种的动物啊，或者是昆虫啊，或者是那个蔬菜水果来祭拜，是最快速的方法。所以给他给奉献哈。对。好，小朋友，注意。好，你们期待一个捏面，我们开始制作了。我们先做的是金鱼，这个是用面粉搅拌的面团。好，我们先搓圆，对，这样子搓圆。来，我们先做金鱼的尾巴。好，像这样子。好像鸡腿，好像鸡腿。好，好了，来，尾巴好了，对不对？鸡腿。我们现在捏它的嘴巴，嘴巴。是鸡腿。我的金鱼完成。对，好，把金鱼拿起来。你要去哪里？要送给你。哇，送给我！送给我，谢谢你。哦，那你帮我先放回去好不好？我等一下再跟你拿。这是阿公特制做的哦。兴奋哈，跟平常不一样。阿万说 stop， 小朋友，注意。哦，今日还冇强用哈，今日才5杯水母，所以呢，阿爸在你的水母之前，喊我教你的讲哈，哎，说客家话可以领多少钱？10 K。好啊，好，今日咧教老大家讲俩句话係水母，水母，水母，夾夾，水母，水母，水母。你講係學客家話哦，喺自家嘅經驗，用音樂嚟元素，用音樂的元素，好讓客家法綁在一起，他們就馬上就跳起來。最後我其實還是有推出一個10塊錢政策，這樣就說，你一定要來學客家法，阿爸不你錢，這樣子一個鼓勵方式，對他們講是很喜歡的。預備唱，水母，水母，夾夾，水母，水母。睇水母，大家安安。好，要关灯了。好了，可以了。我要关灯了，好吗？好，等一下再起来。等一下起来哦。
等一下抽起来的人，我就请他去冷静。被我抓到，我就让你去靠在墙壁，好站着睡了。好，好了，晚安。好，关灯喽。老板，好，那个是。我属什么？我属羊。好了，我。晚安。好，关灯喽。好，哎呦，你怎么下来了？好，起来了，小朋友，起来，啊！嗨，小朋友。哎，小朋友你好。好，把妹你好。好，美爸你好。哎，好棒哦！按照你同下順面哈。好啊，因為嘅做蛇我來看呢條嘅柿子啊。好，歡迎。好，小朋友吃饭啦，来自己座位。谁是紫色？好，很好啊。好，阿爸而家玩，誒雪太面係冇？那做善堂，沒有大魚到就啊，按走對啦。免挑。好來。好。要不要滿意呢？來滿意，馬上來。好來。好，等一下還不要吃。來，見到阿公徐夢怡。阿公徐夢怡。哦。啊。謝謝啦。啊，就是謝謝的意思。好了，姐姐。謝謝耶穌爸爸接近我們的食物，奉靠耶穌基督寶貴生命求。阿妹。好，去。呢個平常時吼，財富下習慣之間就係安樣，當然自家嘅玩，哦，湊到自家嘅位數，哎，習慣了，哦，再把自己的碗拿到那個水槽，哦，自己放上去，就算完成，這樣。對我嚟講啊，較簡單，有條時候習慣時間啊，坐落去啊，我財富下安樣未係當輕鬆啊，訓練個歌唱哈。就係要有心狠手辣啊！永安講呢哈，因為離開椅子的時候哈，我們就會跟他確定，問佢講，你吃飽嗎啊？你吃飽了沒有？佢講吃飽嘞。好，那如果說他離開位置，我就把碗收起來。他因為說得到要做得到，好，說到要做到啦。我覺得這是這一套方法的最大的進心。小朋友，柿子長得怎麼樣？你看過沒有？我現在弄給你們看，你們就知道了。來，
柿子是长在柿子树上的。我刚才就有看过。有啊，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柿子，一下要采就采这种的。哦，你有带剪子来啊？好来，哦，哎，好棒好棒，会剪吗？来，好吧，让你提醒。好来，手要扳着哦，只会半年哦。剪得到吗？哦，你知道剪哪里吗？不要剪到枝条啊。剪它的地头。我拿这个桶子来接。好，拿桶子接好了。哦，你改拿桶子接哈。哦。好了，小朋友拿桶子接。来，公民。拿起来镜头。为什么垃圾丢里面？这个不是垃圾，那个是袋子要带回家的。要带回去的。对。你要包装起，你要唔会受伤。还用地吗？等下你要汉家而包装。等一下再是给俺玩的。哦。他会分配好。让俺拿你的。来。哎呦哎，抱不动。很重哎。帅哥，你帮他剪。好。哎，那剪你要地头哦哈。那边哈。哦。哦，好棒哦。剪好了。好，剪好了，拍照。拍照。哎，拍照。你想什么？你想什么？你要吃？你摇头啊！你恭喜恭喜啦！爱我是。等下上里面当然是哈，因为我就脸红摸不进去，底下脸红是会长果音，我碰碰得掉的。等一下我们要上去才吃啦。等下面当然是，面当阿婆会当切，温食，对吗？好吗？走对吗？好。你想采吗？哎呦！哪张啊？来，你想要哪一个？有看到吗？哦，还没个，有种子吗？哦，有种鱼吗？你喜欢这个吗？嗯。好，那我阿爸点球哈。好，你点到爸爸点哈。好。咁多咧？地头咯。地头了哈。哎，莫点了吧？地头这边。等下啊。哦，对对对。你要起儿係賣品種啊？哦，你起品種長啲啊，用起嚟，你拆開來，你將就按照日本嘅次郎，一般嘅你下個記得講嘅腐肉。梗係種結球咯。所以這樣種咧，4年樣會打，4年啊，按球啊。誒，5年樣就會收成。哦。哇，未當要耐心嘅。而家就從熟成已重樣啦。係啊，人家從咧寫叫我太重樣啦，意思一樣。係啊。梗會物嘅關鍵哦。一提好就高山提哦，平提做唔起來，平提做係實唔冇食。哦。冇硬啦，軟。阿爸啦，我喺門呢嗬。我要看到，該地內嗬，要下污啊，該買。你睇地內下污嘅，佢全部係嗰啲嚟有機肥料。有機肥啊？按照了我用嘅化學配嘢哦。全部是用化學肥料。冇化學肥料用落去冇食。軟。用有機肥料用那個肉，讓佢脆，讓好食，讓佢甜。頭先講啦，兩邊要烤，必須要烤落去。要啊，兩邊全部要烤。要嗎？要啊，兩邊要烤。啊，用乜避免哦？避免嗰條蒜頭種到竹頭落去。竹頭哦。竹佢滑滑，烤竹唔係，見唔撳住竹頭啫。抓不住，烤機會怕樹，竹佢滑嚟唔到，烤竹唔係。所以你一大位當岸上見唔撳來，所以挨兩陣在東岸咧，旁邊就竹陣見唔埋來。哦，你個東要幾肥啦？係啦。阿公上基本上，好嗎？好。
好吧。好啊。你看阿公，这个切的真的都是很，你经常在吃，其实就会这样。我跟你等一烧的呀。哎呀，那就烧哈。来，一个人1块。啊。你莫呀。哦，你不喜欢就好了。哦，你要这个水果控了。快点。阿公买。水芒衣。好。刮皮吃了，阿公的皮都来刮皮吃了。连着皮一起吃。对。OK 噶。冻勺用啊，连皮穷啊学的。哦，连皮哦。对啊。人家过散的。过散糖的。过散糖含各种有机肥种出来的。人家说这条皮是得安心的吃。人家还谁讲有喷农药。到套袋了，完全没有农药，叫你安心的。我看阿公讲是皮而是在挑黄色的，从头往里面吃，才比较甜。对，越吃越甜。有没有不按用了？有差别。像水果的东西，从地心引力容易往下掉，糖分一定往下沉。哦。你长久您电到这表，它糖分会倒回来。哦。两问题是个掉人的东西。哦。糖分往下。这也蛮科学的呢，哈。一片一片哈。哦，小朋友，你按多嘛个？柿子讲汉有嘛讲？客家话怎么说？企鹅。企鹅。你怎么讲？有嘛个？大声点。这个什么？小朋友，你按多嘛个？我的嘴巴那吃东西。韩国个山当个按嘛个？竹子有嘛讲？竹子。竹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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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应该讲啊，讲出来啊。竹花好动好啊。那猴子呢？猴子，叽叽叽叽叽。他会学它的叫声啊。猴子按到 hell 吗？对。猴子怎么叫？小朋友，注意！小朋友，注意！时间搞得按家哦，现在要让阿公阿婆 say goodbye 哦。再见哦。能不能麻烦小朋友拿2盒去宅配啊？可以吗？我们拿下去帮他宅配。哦。什么意哦？好，喂。拿好哦，拿好哦。没那时候。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像一整天相处下来啊，又感情呢哈，所以最末的时间，可以偷我们就是去宅配的时候，那爱心都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像我们按用互相填修互相帮忙，我觉得心里面也很满足。你每动好个机会，告谁我讲，你不是在这边吃吃喝喝，所以就拜拜就走了哈。你要参与这个过程，人家填修狗仓是这种人跟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建立下来哈。我觉得这是有来有去，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眼睛睁大，嘴巴张开。摇摇头。观风景离开 on my way， That's right 個出發咧，帶到高橋站，當記住你相隨去走，在翕相紀念 on my way， That's right 經行經然咧，看怕謝謝。該主動把感受概念忘記，敢麼去變可視的天。如果是愛係動緊張啊，我自己是很緊張。
因为要吐蛇吼出去了，还要过夜吼，哎，对我来讲係當困難嘅。不過禮拜喺下多嘅時間係愛自家吐蛇去出去認識下當地嘅文化產業，同佢要學客家話，吼，嗰啲地方全部係愛唔識去過嘅地方啊，愛去到當歡喜啦，係雖然會甜哦。不過佢係身體嘅甜啊，我心度哦係都滿足哈，那也是很感恩這樣子。哪裡最好玩？豆干，我覺得那邊我也最喜歡百葉豆腐。豆干的。為什麼？他對餅乾過敏，所以沒帶他去。誰對餅乾過敏？他。我。